通過上一期，相信大家對綠色金融有初步嘅了解。接落嚟會為大家介紹 ESG 嘅內容。除咗環保議題之外，投資人喺疫情之後留意到一個關鍵嘅變化：企業對可持續經營所投入嘅力度越大，越能夠喺危機之中展現出強大嘅韌性，渡過全球性嘅經濟衝擊。針對可持續發展原則，當前喺投資市場最熱切嘅關鍵字 ESG。ESG 賦予綠色金融不只局限於環境保護，更延伸至社會責任同公司治理兩大方向，包括企業風險管控、商業道德、職場上嘅種族及性別平等、人才培訓、身心照護及薪酬競爭力等。傳統上以會計為基礎嘅財務分析未足以應對隱藏嘅風險同機遇，而綠色金融同可持續金融對識別管治質素同聲譽風險非常重要。呢啲 ESG 相關嘅潛在風險同機遇，強調企業需善盡責任投資嘅義務，並成為提升企業可持續投資及融資嘅關鍵。喺 ESG 體系中，企業係一個重要嘅部分，應該對多個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，包括股東、員工、客戶、供應商、政府部門、社區以及自然環境等。企業透過 ESG 體系同利益相關方更好咁樣合作、協調關係，爭取實現社會價值最大化。為咗俾利益相關者獲知企業喺 ESG 方面嘅管治策略同績效，企業定期發布 ESG 信息。第三方評估公司根據相關信息給予 ESG 方面嘅管理評價，投資機構參考第三方評估公司嘅意見，或者自行分析企業嘅 ESG 信息披露嚟決定佢嘅投資策略。ESG 績效較好嘅公司會獲得較多嘅融資機會。即係企業 ESG 治理、ESG 信息披露、ESG 評價、投資機構投資決策、企業融資，因此形成一個循環，而當中涉及嘅監管內容將會喺下一集同大家介紹。